談天說地，字字求真。歡迎大家嚟到咧2026年嘅1月7號玄學活字典。咁琴日就同大家介紹咗啦。咁啊，我哋呢一本通勝咧，原來咧其實基本上係一本黃曆嚟嘅，主要就係講日曆，即係講一啲同經濟同埋祭祀社會時間要注意嘅事項，由國家頒布嘅。但係後來點解會演變成為由民間流行，又改名做通書或者叫做通勝咧？清乾隆年間，因為人民咧就生活經濟好啦，咁啊國家富強，人口繁多，咁啊再加上咧佢哋嗰個幅員好廣闊啦，比起以前個年代，咁啊又多咗一啲唔同嘅地區。咁如果由國家去印刷咗咧，係唔夠用嘅，唔夠用之餘咧，就運輸咧成本亦都好高。咁為咗要喺每一年嘅新春之前咧，能夠將一啲歷書咧個資料咧係可以送達即係大部分人民手中啦嚇。咁於是乎咧就容許民間咧去發行啦。咁啊當時咧官方印嗰本咧就叫做時憲書，即係因為我哋個曆字同琴日講咗啦，同橫曆嗰個曆字係佢有個地位，就叫做時憲書。咁咧就民間發行嗰一本咧就叫做《中外通商周吉要書》，簡稱就叫做通書。咁啊，因為通書咧就唔係好吉利啦，咁就同黃曆嗰本曆書咧就時憲曆咧係有區別嘅。黃曆就純粹真係為咗祭祀啊同農民經濟咧有關聯嘅內容，但係民間咧就唔係啦。一去到民間俾你私人印刷咧，咁為咗要增加多啲嗰個讀者啦嚇，令到個銷量咧就好啲。咁於是乎咧就會加入咗好多咧民間咧會常用嘅基本知識啦。咁啊嗰本知識咧嗰啲來源咧就係出自於咧呢一個晉代咧有一個道士叫做許順，或者叫做許真君嘅所寫編撰嘅一本叫《玉合記》，啲俗稱就係我哋叫做《玉合記通書》啦，亦都可以叫做或者叫做通勝啦。咁啊加咗好多咩嘢啦，包括咧擇日啦，又或者加耕種嗰啲節氣啦，即係24節氣啦、72候啦、眼挑法啦、耳鳴法呢類咁嘅占卜嘅內容。咁啊解夢啊、稱骨歌啊、或者睇相啊、睇手相啊呢啲，咁啊變咗咧佢嘅來源咧就主要就係包咗呢啲咁嘅，咁啊有民間就叫佢做包羅萬有，其實佢就係一本咧我哋叫做百科全書啊，即係變成一本民間嘅百科全書，令到咧佢包括咗天文學啦，有家居生活嘅嘢啦，有啲常識啦，又有啟蒙讀物啦，有玄學術數啦，又有民間雜學等等嘅。咁啊好啦，咁啊今日咧就玄學活字典咧就介紹到呢一度，咁啊下一集咧就同大家再見，拜拜。